受到天气影响，中华鹿港今仔日县强风甚至出现风杯山，停伫路边的轿车是全部拢卡山。那彰化市还有鹿港呢，有应该互风吹甲倒去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那讲到这婚林呢，当个举办全运会，外口店家摆大只的饼仔呢，看板是拢飞飞去，店家也要完工，拢无法度做生意啊。 风有够头，强风一直吹，头前大路一直出现风杯山，差点连汽车甲骑车人拢看无。这场山顶无相款的场景出现伫彰化县鹿港镇。沙都侪啊，足差的。足差。对，啊，不垃圾的。啊，你风头都是沙就侪，就是大。今日遮风头。今天很风大。风真透，加上工地风杯山，顶台车挡风玻璃也出现真高土山。当地民众讲，这边东北季风真强，就真会出现这种情形。 高诶，你高调高得寒人高无？北季风开始强了无？你拢好高诶。气压让这个风速还是持续增强，因为那边干，那风又强，所以就容易有这种叫做扬沙的作用。地面电讲，这是大数拄着风真头出现的扬沙作用，不过强风也加这鹿港镇应该吹倒，刚才是无人受伤。彰化市江水路上款要徛过外壁应该，互风一个吹规倒去。 也伫婚林市全运会外口的市集，一寡大头的看板互吹走，布棚也被吹倒去。今天是因为风太大不能营业吗？还是它那个是飞走了，是不是？气象署的数据显示，彰化县王景渔港一度出现10级阵风，婚林县未了相关是有10级阵风，主要原因是东北风明显偏强，也有风台外围环流影响。也20早起到2暗时，中台湾、台中、彰化、婚林这所在，拢有可能出现10级以上的强阵风，民众爱小心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